歡迎各位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如果大家中意我哋節目咧，就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又或者如果大家對我哋嘅節目有意見嘅，亦都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多謝大家嘅支持。呢集係嚟自獨立報嘅報道。咁身處英國嘅各位啦，大家應該都會咧覺得啦，呢幾日咧真係越嚟越熱啦。咁事實上咧，英國啦今日啊係可能錄得今年以嚟咧最熱嘅一日㗎。個氣溫咧係有機會升到咧30度，打破咗5月最早達到30度嘅歷史紀錄。最熱嘅地區啦，預計咧就會係倫敦同埋英格蘭南部。不過咧，氣象局就話啦，呢個溫度咧未必達到熱浪嘅標準，因為咧就唔夠3日連續高溫啊。而星期五啦開始天氣就會轉涼，週末嘅氣溫咧會跌翻去14至到18度㗎。咁另外咧，倫敦消防局啦就提醒大家啦，喺戶外嘅水域游水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咧近來喺水上邊發生嘅意外事故咧嘅數字明顯上升嘅。詳細嘅新聞內容，英國啦今日咧有機會打破咗個紀錄啊，因為氣溫咧可能係會升到30度啦，成為今年以嚟咧最熱嘅一日。英國氣象局就話啦，今日咧唔單止咧係有機會咧係有紀錄以嚟5月份最早達到30度嘅日子，仲好有機會咧會係英國史上最熱嘅5月嘅開頭啊！氣象局嘅氣象專家施華士東啦，佢就話啦，今日嘅氣溫咧係可能會升到29度，甚至咧有機會咧係過30度噶。佢就補充啦，如果今日星期四真係升到30度嘅話咧，就係會自從1860年有記錄以嚟咧，英國第一次啦喺5月咁早咧就到達30度噶。咁佢又預計啦，最熱嘅地區咧會係倫敦同埋英格蘭南部。咁相比之下啦，蘇格蘭同埋北愛爾蘭咧就會有啲雲啦，同埋有啲驟雨。咁預計呢啲雲同驟雨啦，咁就會一路咧慢慢移落去啦英格蘭北部噶。咁根據氣象局嘅資料啦，尋日禮拜三啦，悉尼郡 Surrey 嘅韋士里啦 Wisley 咧就係錄得26.7度嘅，暫時咧係今年最熱嘅日子。而之前最熱嘅紀錄啦，就係星期一啦喺倫敦嘅聖詹士公園啦，錄得24.5度嘅。咁星期二啦，更加係升到24.7度。雖然天氣就咁熱啦，不過氣象局咧就話啦，呢個禮拜未必會出現熱浪。施華士東咧佢就解釋啦，所謂嘅熱浪咧係要連續3日嗰個氣溫咧超過指定嘅門檻，而呢個門檻咧喺英國唔同嘅地區都唔同，大部分嘅地區係25度，而倫敦就係28度嘅。咁佢就話啦，南部某一啲嘅地方有機會好接近熱浪嘅標準，但係今日或者星期五應該都唔會啦，去超過所需要嘅門檻嘅。不過星期五氣溫就會開始回落，預計禮拜六啦，全英國嘅氣溫會跌翻落去14至到18度之間，天氣就會涼翻少少。咁另外啦，倫敦消防局啦就要叫啲市民喺戶外水域游水嘅時候啦，就要小心少少啦，因為上個月係同舊年嘅同期相比水上面發生意外事故嘅數字係上升咗成32% 咁多嘅。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